前嘅烏克蘭，10年前嘅橙色革命，10年後今日嘅烏克蘭，10年後又一個革命新政府。烏克蘭喺2013年11月起，為推翻總統亞努科維奇而爆發示威，佔領街頭，暴力衝突，肢體對抗，放火燒車，持續差唔多3個月，僵局無法打破。呢一次示威以 Euromaidan 為名作為號召，開始集結人群表達不滿。所謂 Euromaidan 就係歐洲 Euro 同廣場 Maidan 嘅合成字，而廣場就係基輔獨立廣場。不過到咗2月，卻出現重大嘅變化。本台由示威初期開始，到訪烏克蘭，深入了解，全面報導，將一件足以改寫國際形勢、影響經濟格局嘅世界大事帶到香港觀眾眼前。原本呢一次示威相對平靜，但喺2014年2月18日，烏克蘭示威爆發暴力衝突，導致有最少25人死亡，過千人受傷，被形容為烏克蘭獨立以嚟最血腥嘅警民衝突。知嘛？唔知。哇！有冇紙巾？唔好嚟啊！唔好嚟！呢一次衝突，最終亦令到總統亞努科維奇喺眾叛親離嘅困局之下落台。當日大批示威者向獨立廣場以東進發，目標包括國會大樓以及執政黨總部。不過，政府明顯唔希望示威者控制嘅範圍進一步擴大，加上有部分示威者用石頭同埋燃燒彈襲擊警察，因此政府亦都以強硬嘅手段阻擋。喺當日下午，警察成功守護戰線之外，亦都向獨立廣場進發，從東往西一直逼退示威者。佢哋利用閃光彈以及水炮等武器，將封鎖線推前。原本向國會大樓進發，但係面對還擊，示威者只能且戰且退。有示威者打算堅守，並且向警察掉煙花同埋燃燒彈，但係始終敵唔過防暴警察，最終只能向後撤離。期間一直情況混亂，有示威者奮力頑抗，有示威者跳崖逃生。受傷嘅示威者被同伴帶到附近嘅急救站接受義工嘅治療。原本喺獨立廣場下連接地鐵嘅通道商戶，得知防暴警察行動之下都擔心安全，馬上關鋪停業。而核心嘅獨立廣場，示威者亦都不敢鬆懈。同時，烏克蘭政府要求示威者離開獨立廣場嘅最後通牒亦都屆滿。喺入黑時間，警方以反恐之名進入獨立廣場進行清場行動，兩方大戰咗1個晚上。呢一晚嘅內戰，警方將控制範圍進一步伸延至部分獨立廣場。而作為示威總部，喺獨立廣場對面嘅工會大樓更加陷入一片火海，火勢一直未有停止，燒至翌日早上仍未結束。不過喺19號嘅早上，示威者仍然堅守獨立廣場，未有放棄。
佢哋喺路邊打作磚塊，以人傳人嘅方式送到交戰區嘅最前線。而另一批人就製作燃燒彈，準備新一波嘅攻擊。戲劇性嘅情況喺3日後出現。原本總統亞魯科維奇已經喺21號同反對派簽署協議，作出包括提早大選以及組織新聯合政府等安排作為妥協。不過1日之後，烏克蘭國會卻罷免咗亞魯科維奇嘅職務，成為橙色革命後第2次革命。而出奇地，2次革命被革者都係亞魯科維奇。似乎喺烏克蘭1人1票嘅普選都無法確立總統嘅認受性。失去總統職務後，亞魯科維奇亦都眾叛親離，其政黨地區黨亦宣布開除咗亞魯科維奇嘅黨籍。喺亞魯科維奇被免之後，唔單止獨立廣場，甚至整個基輔嘅控制權都落喺反對派手中。另外，當年喺總統大選不敵亞魯科維奇之後，被判濫權而入獄嘅美女總理季莫申科得到國會支持，通過刑法修正案而獲釋，令到呢次革命更加撲朔迷離。亞魯科維奇喺革命之後一度下落不明，但似乎部分可能係國家嘅財產就失而復得。反對派開放咗總統官邸，發現內部極為豪華，除咗金碧輝煌之外，更加有私人動物園。呢一個令人震驚嘅秘密花園，令人懷疑呢一名年薪僅約10萬美元嘅總統點樣負擔呢一個超級豪宅呢？ Euromaidan 戲劇性咁收場，但係就諗唔到另一出悲劇正在上演。歷史背景上十分親俄，南部嘅克里米亞半島即係烏克蘭唯一共和國，有大量市民上街要求獨立，脫離烏克蘭。武裝分子佔領當地議會及政府大樓，升起俄羅斯國旗。呢一個係烏克蘭4分5裂嘅序幕。事實上，由於地理同歷史關係，烏克蘭東部嘅人民普遍較為親俄，而西部嘅人民則較為親波蘭或者親歐盟。國民喺政治上經常處於口同心不和嘅狀態。有俄軍軍事基地駐紮嘅克里米亞半島決定以公投選擇自己嘅命運。雖然外界批評選票並冇維持現狀，而當中2個選擇分別係直接加入俄羅斯以及恢復以往嘅憲法，令當地議會有權選擇加入俄羅斯。但最終超過80%嘅投票率中，有超過96% 嘅選票都支持直接加入俄羅斯。克里米亞宣布獨立，而俄羅斯亦都承認克里米亞為該國嘅聯邦管區。喺公投結果宣布後，大批市民都展示俄羅斯國旗，以公開嘅方法宣示公投結果同現實情況相符。被臨時政府通緝嘅亞魯科維奇強調自己仍然係烏克蘭合法民選總統，但勢孤力弱，而且被指槍殺平民而受通緝嘅佢，只能夠藏身俄羅斯南部，大呼冤枉。烏克蘭以為係勝利嘅一仗，以為將亞魯科維奇踢走就有美好嘅將來，但係佢哋冇諗到，來自頓內茨克嘅亞魯科維奇喺東部甚得支持。呢一批喺 Euromaidan 事件期間一直以沉默回應嘅東部人，喺烏克蘭革命後，部分人認為，既然克里米亞亦都可以選擇自己嘅去向，佢哋點解唔可以呢？佢哋不再沉默，不再被人壟斷聲音。佢哋希望自己嘅意思亦都會受到其他人嘅關注。喺烏克蘭東部嘅頓內茨克、盧甘斯克同埋哈爾科夫等地，佢哋亦都認為，既然當日佢哋支持嘅總統係輸喺佔領街頭、佔領政府建築，點解佢哋唔可以呢？因此喺克里米亞事件之後，佢哋亦都開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攻佔政府建築、佔領街頭，爭取脫離烏克蘭。車胎、垃圾已被證實可以阻止政府執政。
佢哋亦都將呢啲有效工具搬到街上，用石頭、燃燒彈放大佢哋嘅聲音。喺4月8日，東部嘅戰事伸延至基輔國會。共產黨領袖西蒙連科認為，早前自由黨等反對派佔據政府大樓，似為東部地區嘅相似一幕開咗先例。但已經掌權嘅反對派今日就要去攻擊嗰啲通過和平手段表達意見嘅人。新政府逮捕民眾，而且同不同政見嘅民眾鬥爭。台下2名議員直接衝上台，試圖毆打西蒙連科，情況混亂。同樣地，面對領土、面對權利，甚至面對利益，就算係當初以人民旗號作為招來嘅新臨時政府，都只係能夠強硬手段回應。佢哋以反恐為名，派軍隊到東部，希望穩定局面，但初步未見成效，甚至被搶奪武裝。有平民更加表明會以生命壓住。目前東部嘅局面十分不穩，但無論將來結果係點樣，包括烏克蘭平民、商家、政治人物，甚至全世界，都要為呢個結果而付出代價。至於經濟方面，由於局勢不穩，烏克蘭貨幣對美元嘅匯價由以往一直保持穩定，與港幣接近嘅1美元對8，喺爆發 Euromaidan 之後開始下跌。牌價喺克里米亞公投之後跌破10算，及後更加一度低見1對13，貶值約70%。喺烏克蘭央行將貼現率由6.5厘大幅加至9.5厘之後，匯率才有所回升。究竟呢一次 Euromaidan 最後釀成革命期間嘅3個月出現乜嘢變化呢？下一節翻嚟再睇。